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，伫立法院长的选举，因为这个手去搞到1年去误掉这个选票，互会议的主席郭建明判定是废票。民众党早起开中评会，嘛来讨论这案。不过前一天，这个陈昭珠伫政党协商是来突袭到郭建明。政党协商的时阵，伊一直为家己来辩论，是互郭建明真火大，甲民众党来呛讲，即摆是要闹兄弟来续。啊，陈昭珠今仔日佫替家己来发冤枉，伊佫强调讲，党主席郭文哲相信伊。陈昭珠冲进前对郭建明就一直骂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硬拗。翕团体相片的时就安尼啊，调也协商的时更加是挡袂掉。对我这个虽然是关心政治一辈子，但是第一次走进这个丛林的人是受很重的伤。我跟你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你先闹下地哦，没啦。所以像可以党边中山长来的嘛。头一摆主持调解协商的时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就拄着立法为了立法院长投票的无效票争议伫冤家，赶紧做公亲。事实上大家讲得很清楚，我是用。总召看我眼睛，我在这个时候，总召看我眼睛，不是休息一下。最后请出话字典周万来解说议场的规则，才无过弯。是讲反对陈昭珠这个废票案，就算黄珊珊有替讲话，今仔日民众党中评会讨论前，陈昭珠佫搬救兵。柯水相信我的人生没有作假这件事情，我的人生据点只有诚实以对。安慰陈昭珠说你已经是第140席了，是不是？郭建明嘛，更替陈昭珠讲嘛，无想要投予黄珊珊，为陈昭珠的反应，搁到民众党党内嘛出手来解决。袂赢尽量无要互这个会继续拖，要伫开议前，无要互立赢，搁有使用的机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